首先係西餐廳葉小館，佢攞咗6年嘅米芝蓮啦，最拿手就係海鮮啦，樣樣咧都係水準之上嘅。特別要講下呢個青口，台灣叫做淡菜，我都係第一次食到咁新鮮嫩滑又大隻嘅青口，因為通常香港食到大隻嘅咧就比較鞋口嘅，發覺青口夠嫩滑，但係又太細隻，我會為咗呢個青口再翻嚟呢度嘅。另外除咗海鮮咧，呢個豬肋骨都係水準之上嘅，腍得嚟又好入味。壽司方面，我今次揀咗是油壽司，而且係揀食佢個 lunch， 因為對比其他 omakase 咧，油壽司嘅 lunch 絕對係性價比之選，港幣100幾蚊就有8罐壽司嘅 set， 嚿都係水準之上，而且咧唔會食得過飽，可以留翻個肚同啲 budget 加點自己中意嘅壽司。我就瘋狂加點咗海膽、牡丹蝦同拖羅，要特別提下佢嗰個牡丹蝦，蝦頭係另外燒嘅。裏邊仲塞咗少少飯，吸收晒蝦頭油嘅鮮味，一蝦兩食做得非常之好，完全冇浪費到呢隻蝦嘅任何一滴。